各位天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综艺圈阿群妹。好，也下早头嘅时间啦，请适合好自家来泡一杯喷香嘅咖啡拿来食。哎呦，想到就吃到，哎呦，很幸福哦。嗰首今日嘅节目当中，我同大家来分享台湾自家种嘅咖啡。大家可能第一就想到嘅，哎呦，云林古坑嘅咖啡，不过唔係哦。今日嘅节目当中，我同大家来分享山上呀董事還講實講種出來嘅咖啡哦，細細嘅講來分享。今日嘅節目呢度邀請到嘅來賓係對董事來嘅兩公婆，分享呀怡君姐還個志成哥分享。大家好，我是怡君，很高興來這裡跟大家分享咖啡。大家好，我係主持人董翻譯來良。好，歡迎兩位來到節目當中哦。就像我一開始講嘅，咖啡呀，大家想到台灣自家種嘅咖啡，第一印象很直覺，就是想到雲林古坑的咖啡豆，對不對？不過其實原來董事沒有，聽講係志成公也不卡頭擺有啲嘅種係冇？係。哦，係幾久以前開始種嘅呀？超60萬年前。哦，60年前，按久哎，這麼久的時間。今日就頭擺種咖啡係真正愛種來賣呀，係講像種好搞聽聽。種來看獎嘅。啊，看獎，係乜人種嘅啊？係算阿公家鄉嘅。你阿公開始種來看獎聽聽。哦，阿媽嘅時節開始想到講愛留董事嘅咖啡種下到地位。乜嘅時節想愛種到？係自家要。姊妹要啉咖啡啊，差不多國中嘅時陣，啊到山紅啊，你國中就會啉咖啡哦？就早啉個博朗咖啡啊，啊就聽人講個咖啡樹，啊就想講自家拿到將你山紅啊個順紅就種幾葉，啊落去種看樣順。嗰時候你國中就去留你阿公種嘅咖啡豆，再個。種下到地位，都會個山紅講目睭你啊，自家山紅個種幾葉。哎呦，很神奇！哦，跟你係嗰陣時種神奇嘅，聽聽。係種好教嘅，係啊，因為嗰時也唔曉做，係啊，到咗就種好教啊，就學白裝啊，所以就要米土呢，啦冇好啉。啊，要米土聽聽，嗰時候其實像係頭擺種好教嘅，唔過下後都也下，已經變咗兩三個工作嘅，對不對？兩三就係做咖啡豆、種咖啡豆嘅，對，乜嘅時節將正經真都不卡講，我會發展自家家鄉嘅咖啡。算。後來頭擺又出去。921後。哦，又先前又出去攞杯做些，係冇杯做些啊，假日同過年節嘅時陣，啊，到個路行賣個咖啡啊，哦，將人個咖啡車啊，咁我眼無啦，咁就4台車作擺喺啊度路上賣咖啡啊。921過後將正經轉來，然後怡君姐係你本單係大蘭人，啊嫁來董事，對不對？我本來是豐原人，嫁來董事，對，外公外婆是卓蘭客家人。啊，阿嫁到董事鴉片，然後沒開始來種咖啡豆，聽講沒係這個董事咖啡產銷班嘅班長，對不對？產銷班的班長，對，那其實像東市的咖啡，董事嘅咖啡有乜嘅特色？我們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實東市本來就種水果，其實東市的土壤很肥沃。我常常跟這邊的農民說，其實東市在種咖啡，真的很得心應手。真的嗎？土地很肥沃，所以其實咖啡又是一個。其實它可以不需要肥料跟農藥。那對於你如果像我們班大部分是退休後的生活來說，他在對他在種咖啡，他會覺得這是一個比較健康，我不需要去太勞動。對，然後他可以就當一個運動這樣在照顧。所以我們班其實是退休後直接咖啡種植這樣子比較多。因為喺講家的愛種泰梨啊，又係講種柿的啊，種這些水果，愛花較多嘅體力，還個較辛苦來去種。不過家的也係種咖啡，所以把這些咖啡本大家算是技術分享，對不對？對。所以笨蛋一開始可能冇按到人種。
都亚哈有多少？您的产销班有多少位农民在种？其实第一阶段登记超在10几个嘛，然后这12年来，我们现在整班差不多在26个人。对，26啥？那种的面积有几多？21公顷。哇，算是很大量了哦，对不对？一人负责1公顷，才差不多。这样不多吗？感觉蛮多的。在咖啡产销班来说，我们班真的不算多。真的哦。但是像按用董事来发展中咖啡，像古坑，大家可能会第一直觉想到古坑。您觉得在东市的亚兔梯红反基某 Q 用种出来给咖啡头有什么不一样？我尝过台湾咖啡有它自己的特质。那其实以东市来说，我比较强调它种植水果的水果运。对，那可能就是我们会依它的海拔度不同、大小密度不同，而去烘焙适合它的口感。但我们现在比较多都是偏在于浅中焙。其实现在你看，除了懂饮色咖啡已经渐渐的往浅中焙这个走向了。毕竟某冲头白，而且咖啡，哎呦，东富咖啡因很重，东牛听说会给它牛奶这种方式喝。其实现在泰咖啉咖啡有一点点像是在喝它的风味，有点像在喝果茶，从色茶用给按用给感觉，可以去品尝它，不是只有富的烘焙味，可能会有前面有一些果香啊。花香的味道，故说也他台湾妹走向这样子的精品咖啡，那唔但枪的董事，甚至这资深狗，黑的沙拱产销班的班长，对不对？也成立了这个沙拱跟产销班。那沙拱跟产销班要他张开始，有几多少农民？有32届。32个农民，大家乡下都来种咖啡。对，像讲有挺多啊，都大家乡下落去。个成立一个产销班。对，故说像按用第亚台中鸦片就已经有2个这个咖啡嘅产销班的，对不对？那其实鸦片呢，咖啡没有几七家嘅特色，除了产生出七家特别嘅风味以外，咖啡树嘅年龄也算是你们的卖点，对不对？咖啡树都是用露头的咖啡树，因为我们班成立12年，所以平均上来说。在成立之后种植到现在，平均来说超在10年以上。那60岁树龄算是我们班比较老的树龄。60岁，一家子的咖啡树哦，按叫按露头的。不过像按用露头，大家会想到讲老长的文旦，但是基本上我同大家来讲嘅露头嘅咖啡，古时候呀咖啡树它老，加个米西跟年轻的咖啡树，我有嘛该冇共用。我都强调10岁树龄叫浓呛香。浓呛香，对，它是一入口就会抢香型的豆子。那我形容20岁以上的树龄的老长的咖啡，其实它比较多的是在于回味。所以它可能在中段到尾段的部分上，它会比较像茶感，它会源源不断。我常常跟客人说，你喝一个老长的咖啡，你可以体验它很多的味道在你的嘴巴里面，就会讲很久很久很久的故事。我觉得其实这就是台湾精致农业它发展的方向，因为你会买到中南美洲啊、非洲、印尼啊，要得受菜给咖啡的，你没有办法听到农民供给啊的个故事，他不会跟你讲说我这棵树几年了，他根本都不会去算这件事情，因为他就是大量种、大量出口到各个地方。不过台湾七家中的某共用，我们可以跟农民近距离的接触，听到说家的种嘅体位几多些，树几多些，家的用板嘅方式来种体位，甚至连品种家的就会让动详细嘅设计。就像讲到品种，我就底云林嘅片古坑那边都是进阿拉比卡这个品种的咖啡，那东市鸦片用那种品种的咖啡来种。其实我们东市，其实整个台湾来说，大部分都是种台湾阿拉比卡的部分。但是我们班比较多，之前老师稍微看过，大部分是以混种波旁，然后像我们家是原生波旁。原生波旁，所以波旁也是阿拉比卡品系里面的其中一种。对，其中一支。其中一支，因为它比较对于台湾来讲，给兔蹄它色音比较可以长嘛，对不对？比较长得比较好，是阿拉比卡这个品种。对。
对，但你们家的是原生种的波旁，所以是当初阿公带咖比挑来的时间，不知道从哪里找到这个原生种的波旁，算是很有特色。阿公嗰陣時用咩上到講我來種？咁咪去冇杯看到啊，就拿上來，上講轉到船行，要開個豐富嘅咖比，你又嗱冇開發乜當向。算是誤打誤撞，不過都亞下既然啲董事開始有散手班，啥講咩有散手班了。故就先休息一下，等下再來繼續來談下董事嘅咖比用班中韓國用嘅好米絲哦。又轉到福起來咧，我係總一群阿群妹，今日節目當中要同大家來分享台中董事嘅咖比哦。當奇怪吼，唔但搶呀雲林古坑有種咖比，而呢台中董事沒有來種咖比哦。故說話唔多講呀，他就實實嘅嘅吼，愛搶到人哋專家，而呢怡君姐韓國資深哥，我來分享呀泡咖比嘅方式咯。其實呀泡咖比嘅方式真嘅百種，對不對？大家的手法都不太一樣。那怡君姐今日同大家來分享係7個慣用嘅做法，我們來聽聽看怡君姐你是怎麼樣泡咖啡的？我們現在店裡來說，大部分還是以手沖為主啦。哦。那手沖的部分呢，我們通常大部分是會準備濾紙嘛。對。那我們的步驟就會先把濾紙的部分做潤濕。對，韓國愛老家濾紙跟米絲老給曬透嘛，對不對？有些濾紙可能會有味道。我們經過這樣子的熱水，這樣子通常沖咖啡，你們喜歡用乜嘅溫度嘅小水來沖？其實我都建議客人，如果他海拔度比較高，如果在1800以上，那可能溫度可以在100%左右。如果你沒有這麼高的溫度，你可能那個它的口感上沒有辦法沖出來。那今天我用的應該差不多在90度左右。90度這樣子的溫度，韓國咖啡粉，然後給倒落去，也係加上廣告時間，我們資深哥用機器然後給磨的這個咖啡豆，這個是什麼時候做好的烘好的咖啡豆？8月10號。OK， 8月的 OK， 好，那我們繼續來這個接下來的步驟。從中心點零下，然後第一個步驟我只會把咖啡粉稍微潤濕，然後就停手，叫做燜蒸的動作。燜蒸，對，燜蒸的動作它的用意是什麼？讓咖啡粉的氣泡開始往外香味的時候開始，讓熱氣的部分讓它香味擴散。哦，有聞到香味耶！而且以前我不懂的時候啊，就想講做嘛該要用細嘴壺，這樣慢慢的沖呢。其實咖啡，我常跟客人說，你想要沖一杯咖啡的時候，你要心情很好的時候。對。那剛剛我們用的 cup 差不多是在2匙左右的咖啡粉。那你可能習慣喝濃的或喝淡的話，那我第2次沖的時候我就沒有斷水。但是我的水柱就會偏比較慢一點，小一點，然後到我要的水量應該是在30公克左右。那很多客人說，其實繞圈圈好像有點難。其實我都會覺得，你就看着它白色泡泡，對，它的泡泡在哪裡，對，你就去哪裡繞圈圈。對，然後我會擴沖差不多是在5分左右，我不會把它完全擴沖。有看到按鈕聽聽呢，慢慢的注水，這個水流很小，幾乎不會在這個咖啡上面的表面造成太大的波動。我們是要輕輕的把水然後給沖下去，這樣子的水量大概是我們講多少用比例來算的話，我今天粉水比超大概1:15，對，所以如果豆子是20克的話，水量就是300公克，按鈕嘅水量。對，
然后我们是用目测的方式看它的刻度，有人很讲究，TPA 用个称的啊，都带哈酸，但有时候其实那样不太是我们平常的做法，对不对？我希望客人喝咖啡是一种比较生活化，甚至于你如果家中没有细口壶的话，其实我觉得现在因为我们东市比较多老人家，所以我都建议大家长者的部分在使用上，你可以用现在比较方便的电煮壶啊，对，煮完之后你不要把水装这么多，你可以装在1分2分就好了哦，然后轻轻的微倾斜的时候，它的水柱还是会呈现很小很小，对，所以你重量不要大，它水柱就不会大。对，所以其实重量上还是可以控制。有哎，头摆第步卡给时间，我们家也没有细嘴壶，你就用个茶壶、茶缸，有没有带它贴一的部位，轻轻的这样慢慢的倾斜，到细细的水，按用抛咖比。对。啊，其实你用滴的方式也是可以的。用滴的。对，其实我觉得泡咖啡没有所谓的一定的步骤，那我都希望大家就是生活化。对，你随时你随时包包里面如果有一个方便的工具，对，你随时到哪里，你觉得今天心情不错，哎，我想念咖啡的味道，我就可以泡一杯很好的咖啡，好享受的感觉，可以用。好，来，好期待哦，因为它规个叶样旁就已经批到呀咖啡的香味，然后像这样子是浅中焙的咖啡豆，然后看到咖啡色它也不是这么的深，它其实有一点点咖啡色的，对不对？不是很深的，这种琥珀色，对，琥珀色的感觉，它会透透的，不会暗沉。吃看哪哦，哦，其实我头班眼妹它中意是比较中深烘焙的咖啡。啊，不过都呀哈，我已经比较喜欢喝浅烘焙的，因为这一入口这种酸酸的香味，我吃到的很清淡、很花香的感觉。然后，不过塞亚米心也吃到有一点点像是烟熏的味道，对不对？为什么会有这个味道？还蛮特别的。其实它这支波旁啊，我常常跟客人说，每一个豆子会有它的密度跟它的大小。那我们刚刚前面有介绍，其实它是因为年龄层比较老，其实波旁这个体系本来它的豆型就比较小，所以我在焙的状况下，其实我都会，因为它果肉没有很肥厚，所以我在焙的时候，我会比较偏在于浅中焙的部分。对，那它这个波旁体系，它有一个特别的坚果味哦，对，然后它浅焙的时候也会有一个奶香味，对，所以它比较，我们很多老师评鉴它是属于比较有点偏国外非洲形态的豆子的味道。古时候这种嘿，刚它一种吃法呢是手冲的方法。那接下来因为你们没有出呀这个滤挂式或是耳挂式，这是比较方便的，而且你们一喊 TP 准批2种笔耶，为什么要2种杯子放滤挂呢？因为通常客人在问我滤冲的时候，是因为现在的生活这个方式比较便利。对。那比较便利状态下，客人就会说，可是我觉得滤冲比较没有味道，所以我今天就会带2种来跟客人做示范。等一下口感上有没有什么差异性，就是麻烦主持人帮我们喝完之后再跟我们说。再过来吃看呐，亚种黑鼻叶它狗的滤挂，呀它用冲水，这个就是一次注水就好了嘛。这个高脚的位置，我通常比较适合像你们有时候在办公室使用，然后就整个饮水机可能就直接开了就淋冲。可是这个部分一样，我会跟客人说，就第一次咖啡粉湿之后你们就停手，然后你看它的水柱就是完全过了而已，然后第2次再淋冲。然后让它有点闷蒸的感觉。对，它的水其实沥得很快，对，很快就漏下去，它不会在上面停留太久。对，所以一样，我们就是帮助它慢慢的来，达成刚刚的前面的闷蒸状态，然后到我要的水量停手。这样子滴出来的颜色，看起来又很卡弹美，对不对？跟刚刚手冲的比起来，因为它流的速度也比较快。然后沙哈来是这个比较矮胖的杯子的做法。矮胖型的杯子，如果大家在家里的话，其实我就会建议大家可以一冲到底。哦，所谓一冲到底，就是它等一下会有闷在水里面，浸泡在水里面。
的空间，因为它的杯子比较矮胖，它的滤纸的底端其实会规个尖都呀，这个泡出来嘅咖啡嘅水滴度，它是有点像是浸泡的方式的，按用嘅方式来泡咖啡。对，像这样子泡的咖啡，它应该是因为一般人比较少这样子做，通常都是像这样子高的方式来做。那我怡君姐是不是特别为了要董事要的提供给人来特别设计按用嘅方式，设计本大家？客人有时候就是在家，可能你们现在比较多是用这种方式，对，然后在外面可能马克杯比较方便，那可是这种方式就很多客人会说，因为它刚刚水就直接滴掉了，对，所以你会变成啊，怎么会觉得品淡没有什么味道，甚至于终身陪豆子你也喝不到什么浓郁的感觉。其实可以先喝喝看，我就会建议客人就说，你可以把它做一个另外杯子的高度控制，这样你就可以知道到底有没有差异性。这个味道闻起来跟刚刚用手冲的米西某马该空用不太一样，它是不一样的咖啡豆。但你如果以咖啡因来说，我是敏感性体质的话，如果说我今天只想要品尝它的香，但我不想要这么多的咖啡因，对，我会建议就偏这样。就是因为它就是过下去而已，它不会有这么多的咖啡因，它就是只有萃取它的前段。对，所以它这样喝起来，它的酸味不见了，因为它刚刚应该是它的烘焙度不太一样。手冲的烘焙度米西哈酸，因为它比较浅烘焙，那这个呢，它是稍微深一点点的烘焙度，不过深起了，因为它很淡。它冲下去就是滤过去而已，所以它就是有点像是喝表面的味道而已，就是比较清爽。对，很清爽，跟按用跟风色。故事你看到用狗味鼻耶射出来、泡出来，还按用跟感觉哈。不过刚刚也说到，这是一样的，都是同样的滤挂嘛，对不对？我们现在来喝这个有浸泡过的，用矮胖杯子来泡的，这个是它的颜色看起来就比较浓深一点点了。然后它也差不多，刚它浸泡了1分钟以内，对不对？滤完之后浸泡1分钟的吃色看呐。哦，真的耶！用两包嘅滤挂式咖啡，不过你用无用嘅方式来泡，也比嘅米西就有较牛的味。甚至讲有的人比较喜欢喝拿铁，杭州的都低度加牛奶，对不对？哦，原来是按呢。你看，其实咖啡不一定真的要很高贵，然后要很多器材你才可以用漳州的泡。像按用一种生发方式的咖啡，没係一种无用嘅现菜咯。故說而且休息一下，等下再來再個同大家來分享咯。有陣到節目當中，我係總一權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我同大家來分享台中董事嘅咖啡。阿權妹嘅單元就聽錯有呀，廣式農民啦，我同大家來分享。今日我問嘅問題係呀，配好嘅咖啡豆，聽錯係清好食嘅係。答案是，如果你是属于，因为每一台烘焙机器不一样，那如果说你的我们如果是以高温来焙的话，那怕会炉子里面的炉味会比较明显，所以有的咖啡师习惯就是请客人要放个3天或1个礼拜之后再喝，口感上会比较温顺。对。那如果你是属于比较低温焙的豆子，那其实我都会建议客人就是要让身体自己感觉一下，所以我都会跟客人说，你如果回去买回去你的豆子，你就先冲一次，然后你对你依你喜欢的味道，然后下去做调整。然后你如果觉得它的口感可能香醇度不太够，对，
那可能就是你可以在温度上可以做个变化。所以其实我都会建议，就是手法不同，存放时间也要让自己喜欢的味道，你自己去感觉一下。其实讲到呀，咖啡嘅吃到风味有动多，唔但像呀咖啡嘅品种，还有咖啡嘅处理的手法，还有佢配嘅这个程度，但是其中这个处理的手法，黑俺一直都没办法很了解的，因为这都是在产地就做的事情。那台湾嘅产地这么少，那现在董事可以是有种咖啡台湾，那唐贡资深工艺嘿3种嘅处理法，通通都会。嘿，那3种处理法，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做咖啡有3种处理法，就是它有分水洗、蜜处理跟日晒。日晒要大概去买咖啡挑个时间，就不想讲手到要买哪一种，到底要买蜜处理还是要买日晒还是水洗？要3种，我们最基本跟大家介绍好了。味道上面有嘛该某 Q 用？水洗都会讲究加干净度，蜜处理的话。加甜味不较明显，甜味较明显。那日晒的话，都因为佢有加个红色的皮，用它晒，所以佢都有加个果皮的香味。哦，故说3种处理法都有某 Q 用嘅风味，那再加上不同种豆子，就是各种排列组合咯，对不对？所以咖啡算是一种风味。那我可以问吗？利用啥？有没有比较偏好哪一种处理法的豆子？所以主持人刚刚喝的那一支，你感觉是哪一个味道？我刚刚你是说哪一杯？手冲的还是滤挂？手冲的，我觉得酸味比较重。那我想它应该是，日晒，因为它前面有带有点风味性的变化，对，然后它有点橘皮的香味，所以其实我们。其实3种的口感上来说，其实都有他自己喜好的客人。像有的客人喝习惯水洗的，你说我要喝发酵度的豆子，他可能也不能接。发酵度就是蜜处理的，就是蜜处理或日晒，因为它会有一个特别的风味嘛。那个可能就会觉得我不习惯。那喜欢像我们这样有点带酒味的味道，有点发酵度橘皮香，那可能我觉得喝水洗感觉起来就变化度没有这么丰富，所以其实现在的客人偏好上就会有不一样的方向。但是以我先生现在来说，我们的农民做法，因为我们班大部分都是日常阳光，我们是看天气做事的，所以它不是偏好于哪一种，是我们现在摘豆子的时间点，然后它的气候状况适合做哪一种后置方式哦，所以是不定期推出不一样的豆子，这种感觉因为是要看一整年的气候啊。故事我刚刚喝的到底是日晒，那我答对了嘛？看该是摘咖啡的时候的天气，容易看我做乜嘅方式啦。随机应变就对了。因为你头东忙将是做个日晒、蜜处理。那你头冇那忙都什么的，就用夹来用这个水洗的方式来做。哇，这样子很特别，就是有产地它自己的特色。因为我们没有机器做辅助，我们现在都还是靠太阳光，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海拔度，因为在350到1200海拔，所以在于你如果说像苏来说，他说种咖啡必须要半折阴，对我们东势这边来说，我们几乎是全日照。哇，因为我们那个时间点都太尾巴，我们在9月以后才开始采收，到隔年2月，所以太阳部分对我们来说，相对于它照的时间点就没有很长。你光看匈牙就在不一样的地方做的产地的特色啦，因为台湾可能我们知道的最大的产地就是在中南美洲、在非洲、在印尼这些地方，所以他们会有他们自己的一套运作的方式。不过匈牙和台湾起家了可以是我们或许也可以慢慢发展属于你起家台湾嘅董事嘅起家嘅种嘅方法，或许不一定要半折阴啊，我们也可以全日照啊，然后我们可以不定期推出各种处理法的豆子，这就是算是我们精致农业的一种做法嘛。对。那讲到呀精致嘅农业出体后，爱同大家来分享呀咖啡因为根本也系有咱爱一项东西，爱同大家来分享哦。加上个奇怪，怎么个表一篮鸡改的，黄色的鸡改的都中到，原来它不是气球哦，它是一种水果。
叫黄金果、黄金果。黄金果啊，要种果子，东西有看到呢。你买为个外国引进来台湾种的。好，而且爱行芒斯狗加给米西哦，谈讲它是连果皮都可以一起吃，对不对？皮是祛痰润肺哦，这么好。但是你要果肉皮一起吃，你不要单吃果皮。你单吃果皮，你会觉得它涩苦。但是你如果一起吃，你会觉得它会增加一点脆度。好好吃哦，它有一点，是有一点像水梨跟米西，但是它的口感不是水梨，它的口感是有一点点像比较柔细它有一点结实的蒟蒻，对不对？好好吃哦！安永给购置懂梯篇呢，韩哥，你们是用有机的方式去种植的？我们做3年有机，然后这几年就是每年验无毒。好好吃哦，它是甜的，所以因为种有机的，古手贵粒呗，晒后出后就可以吃了，对不对？连皮都可以吃。有的客人就是他前面的头比较硬的地方切掉，然后整颗洗一洗之后籽挖掉，可以打果汁。这样也都不浪费，而且真的好甜呢。这个水果很好吃，而且太饮谁子应该都懂中医生这样子的果实。黄金果同大家来分享一下，古时候其实也都有种咖啡，有种黄金果。那当然也哈大家东山忙地嘅推广董事啊、沙公要找手才去家种嘅咖啡。那有没有什么样的活动，还是说做的用乜嘅方式来推销本大家呢？今年我们地区性刚比完，然后今年的咖啡全国赛也是台中主办，然后在10月，那其实我们现在的推广的地方大部分是以台北的花博或者是台北希望广场，那或者是我们台中的一些推广活动点，对我们都会。大小场我们都很欢迎，都会希望农民都可以尽量参加。有没有举办什么样的活动，让大家可以很快了解董事该咖啡厅？我们全国赛的部分今年是台中主办嘛，那接着就可能就是会现场有一些农民，大家会来做一些咖啡的活动跟品尝。那如果大家在咖啡的部分上喜欢的话，也欢迎各位到现场品尝，在台中市农会举办全国赛。什么时间？可能在10月中旬。10月中旬，啊，黑讲太家上我来，请都要仔细给发，全部就都得怂用请哦。那市集也会常常看到你们的身影，对不对？对。市集近期有没有确定要去哪里摆摊？现在登记的部分是在台北花博，在9月底。9月底。对，然后板农有登记在9月17、18。对。古时候大家就做得去到实习的现场，实际去跟这些小农们去打嘴鼓也好啊，然后看看你们怎么泡咖啡，学习这个泡咖啡的手法也好啊，对不对？欢迎。对，古时候你们也好，非常神猛两位来到节目当中，谢谢怡君姐，谢谢志成哥，谢谢两位，同大家来小姐好，阿全么T110度嘅呀，董事嘅咖啡哦，分享本大家，每什么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嘅收看，休息一下，圈下嚟做运动哦。